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21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通过国民党版本的财违法修正草案，即马中央必须得爱拨3000亿。民进党是来批评这就是咧乌白收，互南北部的发展颠倒还阁较无够平均。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这立法院是硬通过3项法案，无经过充分的讨论，已经失去人民做主的意义。 修正通过。25年11.5，立法院长韩国瑜共推3度修正通过财政收支汇分法，通过国民党版本超过15年无修正的财汇法。国民党团希望透过修法，补助各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加平衡各地辖市甲县市政府之间的城乡差距，改善地方财政分配当头起的状况。民进党希望透过修法，有更加侪自主财源，互地方建设规划。不过，民进党指挥质疑这摆修法版本。 分配无证据，授权无统计，财政无纪律，会图也无提出。国民党版本为6612亿改做3753亿，占总预算12%，预算为倒位来，若袂讲袂出来，一定影响社会教育补助这政策。 8个版本在1个小时内提出来，好，所以看出来蓝白在这边的仓促立法，甚至没有做准备，连原来多少经费都还是在搭边算才出来。第一个。 双北它得到的所有的资源会更多，会更重北轻南。第二个，它还是在包装台北市的首都3%特别款。 劳动统计透早伫面册表示，立法院强行通过3项法律，无经过充分讨论，无顾民意。选罢法不断人民监督国会权力，宪诉法是坐架空宪法法庭运作，侵害司法独立。财违法修法通过了后，中央政府只有数十亿的收入，一定会严重败退国防预算，危害国家安全。民族的纷争爱用更较大的民主来解决，必然希望斗阵汇聚更较大的力量，守护民主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在宜兰市的富隆路，在昨暗9点外有一间工厂发生火灾，而且阁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因为这个厂房伊后壁就是徛家，所以代志发生的时阵是传出有5个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是赶紧去救援。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后面的铁皮已经全面燃烧经搜救结果初步有2楼有5人受困了，已经自行脱困。因预防性的送医有壮围91跟东山91送4大1小至阳大附医。 看到这厝受困的民众呢，伫厝边的协助之下是顺利来逃生，意识嘛真清楚。也毋过呢，这人哪像就是去输着高烟去互砸着，所以是先送病院来检查。因那这导火的地点是一间甲徛家合并的铁的工厂，初步判断可能就是因为烧拍电，毋才会引起火烧的意外。消防局是派出4个分队去抢救。 过程当中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加在落尾呢是顺利伫暗时10点半左右来拍花。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专连伫台中的仓库的工厂发生了火灾，有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初步判断就是厂房的3楼咧施工的时阵出火星，而且呢，这个火星落落去到地下室，去掉伫咧 PS 玻璃龙邦的顶头，才引起这场火灾意外。这市政府是以违反建筑法甲治安法下令停工甲开发。另外呢，这火场所清出来的高烟是有真侪油粒上当也会甲业者罚过8万。4层楼悬的仓储厂房大火过了后，差不多烧甲全毁。消防局车开入厂区，开始火调工作。财政坑伫现场的建材，专连伫台中大道的仓储新建工程，19发生大火，造成94伤的重大工安意外。火调区初步研判，是工人伫3楼做金属切割作业的时阵产生火星，落落地下室引起火灾。PS 板是用在现场那个隔热用的，因为它现场是冷冻仓储嘛。 所以它铺设蛮多的 PS 保丽龙板，当然现场有没有油气我们现场还要去做采证。导火点伫地下1楼，头壳已经铺设好隔热用的开刀的 PS 棒，本来一定拜六要灌浆，是毋是安尼引起火灾？消防局嘛甲 PS 棒带回化验，确认是毋是有含开刀的油气。
另外，营造时间单位牵涉到违反治安法实施规则，并无注意无共工作间综合管理责任。治安署已经下令先停工，后续调查事实，会当按时间项目各罚相关30万的罚款。远离一些燃烧物，再来就是火星要有一些防火毯把它保护起来，因为火花会跳。而且它这个是挑高一旦发生火灾是有烟囱效应，是非常可怕，而且又密闭，那不完全燃烧，人就逃生就非常困难。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未有维护安全、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除依同法第89条采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外，将依工地火灾 SOP。函释勒令停工及限期改善。台中市政府另外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无防范危险，也甲预防火灾适当设备也是措施，罚9万块，以及火灾造成真大火氛 PM2.5 浓度捌达到每立方公尺1517微克，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规范。这个污染事实是明确，那但是第二个就是火灾原因，我们要等这个检察官正式的确定之后。再根据这个原因来决定开罚，那最高可以开罚到500万。环保局讲 PM2.5 浓度已经超过标准值15微克100倍，相关会当罚加500万罚款。但是市政府后续也会依照消防局火场监视报告查清楚谁爱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也搁发生什么可能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一个姓杨的台湾查某，因为不满澳洲来的交换学生少年要甲伊扯，全连续3届用鸟鼠药啊甲头，害这个澳洲人是险啊无命去。检方是以杀人未遂的罪嫌，甲求判8档以上的有期徒刑。自由时报全国上大的帮派，德联帮是犯真侪件跨境的电信的诈骗案，佮对中国来引入官僚，伫台湾咧做毒品的买卖。这款的经营方式，互警方家己做是重点的打击对象。中国时报，外界是真烦恼，这 Trump 若准上任，台积电的重要生产可能就会搬过美国。AIT 的主席郭立坚是表示讲，上先进的半导体的研发甲制造，伊是真有信心会留点在台湾。外国媒体是估计讲，这两化若准拍起来，全球的经济会有10兆的美金去受到影响。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伊提出美国和国际要搁较重视台海的讲法，伊强调这台湾毋是中国的内政，颠倒是全世界的代志。也若明年要上任的这个 Trump， 未来咧对台湾的政策敢会有改变咧 ？AIT 的处长郭立坚是表示讲，这美国对台湾是有承诺，要跨党派的支持，袂因为政党的轮替就有改变。特别上日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参加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座谈会，等于看拜登政府4当年外交政策的成果，提出美国和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台海的议题，了解台湾并不是中国的内政。What is trying to say every time the word Taiwan comes up? Don't even mention it. It's no one's business but our own.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is, I think, open the eyes of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to the fact that no. Fundamentally, this is everyone's business because were there to be a crisis over Taiwan, the entire world would be affected by it. 但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特别伫明年1月20登来到白宫，而且川普捌正式表达台湾应该向美国来纳防务费用，嘛无愿意对方为台湾表态，各界关注美方对台湾的战略敢会改变。U.S. Taiwan policy and U.S. China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ver the past 45 years. It has, I think,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it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basic direction that U.S. policy will remain. I think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nothing does happen. I don't have a ticket on standb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受到邀请去工商协进会发表专题演讲，家己是台湾竞赛的 AIT 处长郭立坚，访问到若中国侵略敢会放杀台湾的时阵，伊笑讲家己无登去美国的拍算，而且强调美国对台湾有承诺，而且有下党派的支持，袂因为政党轮替就改变。伊嘛回应台湾企业界正关心的经贸议题。We see just continued growth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and this is, as I mentioned, it's the beating hear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U.S. and Taiwan are so well positioned to dominate this sector, particularly as we move into AI applications and all of the downstream or all the related industries. 国立业嘛讲，台美伫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并不是任何游戏，有信心晶片的制造会群流台湾，但是嘛有空间刷去美国也是其他国家。形容过去10档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希望台美做伙来开创未来10档的选举年代。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的消息，咱要先来看的，就是美国企业 Amazon 公司的员工伫全美各地拢总有7间工厂来展开罢工的行动，就是为着要来争取加薪水，也佮有改善上班环境的安全。因是调工选伫耶诞的假期，对公司的高层来施压。亚马逊员工伫美国时间19早起6点开始罢工，范围包含亚马逊伫全美国各大城市7间厂房，为纽约、亚特兰大到旧金山拢有。即嘛是美国的圣诞假期，是亚马逊人力需求上大时阵。员工希望借由即届罢工，向资方施加压力，通争取更较好的薪资，也甲更较安全的工作环境。We're working and doing these jobs and sacrificing our bodies, and we're not even getting a livable wage to live in the cities for the city that we provide our service for. And not only do I look at my coworkers and see how just dog tired and wear and tear it takes on their bodies, but we're not even given proper benefits. 组织这场行动的火车司机兄弟会表示，这是亚马逊历史上上大规模的罢工。本来因要求亚马逊资方要伫顶礼拜日进前展开谈判，不过资方拒绝。工会放调要搁用其他手段，不过亚马逊员工的总数达到150万，敢若较无1万人加入工会，比例伫1%以下。亚马逊发言人是讲，工会根本无法争取到有够的支持，只好甲毋是公司的人诱入来罢工。安尼做是正危险，佮无适当。不过亚马逊长期以来，互人批评是劳动条件无好，佮我真侪届受到美国劳工部的罚单，讲亚马逊厂房无顾员工安全。虽然今年9月，亚马逊捌宣布要为每一个员工加薪至少每点钟1.5美金，差不多是台票49块，拢总支出720亿台票。不过看会出来无达到工会5万。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这台湾的运动比赛呢，这成绩有影是真好。体育署昨是来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其中无胜过金牌林旭婷，伊是摕到最佳女性运动员；也那伊的运输詹志强也摕到最佳教练奖。另外呢，这亚洲的鸟王邓家宏，伊是摕到最佳男性运动员奖；也那拍羽毛球的李勇甲王泽林是摕到最佳运动团队。得到体育运动精英奖的得奖选手斗阵翕相，享受这一年辛苦奋进的成果。今年度台湾体育选手伫巴黎奥运这大型比赛表现拢真好。教育部体育署20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其中最佳男运动员奖由巴黎奥运体操铜牌亚洲鸟王董家宏得到。感谢教练，然后感谢黄金团队，然后一路这样支持我，然后拿到奥运铜牌，很感谢体育署、中华奥会，然后协会，还有国训、台师大给我的支持。利用在台湾拳击史上头一面金牌的台湾拳后林旭婷不负众望，摕下最佳女运动员奖。运输詹志强是搁再得到最佳教练奖。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经历风雨，成就人生。”那这句话，我想要送给现在也许还在努力追逐梦想的选手们。我想我会继续保持我自我的信念，追求卓越，永不放弃。伫巴黎奥运羽球男双夺金，并且完成2连霸的李洋、王泽林是摕下最佳运动团队奖。能够成就一个运动员、一组运动员或是一队运动员，我觉得都是一个团体的荣誉。虽然我们在今年就结束了合作，但我相信，羚羊的精神一定会就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留在大家心中。这摆特别奖由霹雳部国手孙静得到，由伊老爸台湾领奖。也那将新成就奖是颁予投入拳击运动超过1甲子的拳击协会营务理事长李武南，感谢伊长期推动拳击运动发展，培育出林旭婷担任琴正优秀的国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卫福部霸凌案，即马已经公布调查结果，也毋过8案当中，敢若3案有成立尔，而且呢，这成立的迄3案拢毋是第一级的主管，这是引起在野真大的批评。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伊是表示讲，2个牵涉霸凌案的人，竟然拢升官去到主笔室，而且呢，这个主笔就是迄当阵牵涉叫下死去死的当事人。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出面来驳回讲，这2个调一个人并无去到主笔室办公，目前是集中来管理。
卫福部霸凌案的调查结果有真侪争议，引起在野党的立委不满。民进党立委陈昭姿接到卫福部员工的陈情，讲保护司甘任视察和当教师专门委员，伫即摆调查霸凌案拢成立，但是两个人唔拿无互降职，佮电脑互升去主笔设伫做工课，但这个主笔嘛涉及叫下骹人自杀的争议。陈昭姿当面卫福部甲主笔设当作是专收霸凌者的所在。主秘本身是被指控霸凌最多元的、最多件的，所以我们认为那个主秘室是要成为这个卫福部的这个练蛊场哈，专门练毒素的地方哈。对这卫福部长邱泰源20参加健保署的活动时阵，较紧否认，讲绝对唔是安尼。伊表示讲，洪定处的专委和甘任基层拢已经调离现职，目前当洪集中管理、统筹调派，并无伫主笔室的办公。他们调离现职，那就我们目前正在集中管理、统筹调派当中，我们会看他有适当的哪些工作。另外，霸凌调查报告敢无公开？邱泰源强调讲，16拜一已经伫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做专案报告。老尾决议讲，为着要告调查报告内面受访当人的文书去识别化了后，会到各委员办公室去说明。到19为止，已经有向9个委员说明。之前卫福部嘛发新闻稿澄清，讲2个公务员另外找办公的空间和装办公的定位，但是分机号码无细字写唔对。写讲伫主笔室才互误解，对这因嘛拢已经做修正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版林旧年的政策，其实自从实施了后，是因为发放等等的问题引起真侪乱象。行政院即马是宣布后学期就要来停办，也毋过即马屏东县政府却决定要继续来举办，因为因认为讲这林旧年对偏乡的囡仔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所以要由地方来继续供应。另外呢，亲像是新北市等等的县市政府，伊嘛同齐来出声，希望中央会当拨钱帮助地方继续来举办。学生甲曾牛奶的冰桶刚登去教室，因应逐班拢有牛奶。家己前2礼拜前才得到民间捐的冰桶和玻璃袋啊，没想到行政院19说话停，宣布后学期开始停办。对我们讲都很错愕，那我们也期许是希望说中央这边能够继续，是不是用来我们补助的方式，让我们这种班有鲜奶可以喝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台湾有牛奶是因为订购发放和保存这问题引起真侪乱象，但是家长和学校认为讲，政府应该思考改善流程，不是停办。地方嘛发话讲，中央较紧把资金提出来，让地方继续办。都会区我们用兑换券的方式，边乡用专案运送的方式，让班有鲜奶能够达到。洗好你们的手。到美劳教室前排队。公布通知讲，来年报旧年，零牛奶在市区可能是真事常的代志，但是对屏东偏乡的学生来讲，虽然因为所在伤远啊，业者只会当来送报旧年，但是对学生补充营养同款是真有帮助。停办令一出来，学校烦恼学生的成长会有增差，弱势的比例达到80%，相对来讲。我们的家长对健康的知识、营养的知识都普遍的都不足。小朋友呢，在有一些营养品的部分，家庭的提供是不足的。透过教育部的这个政策呢，有补足到钙的吸收跟其他的营养素。屏东做一个农业大关，青牛奶的年产量差不多有7万多吨。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和帮助劳动产业，屏东县府要继续办。有90%以上学校有意愿续办，因此除了争取中央相关补助之外，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校冷藏设备的采购，那也会承担相关的费用。县府评估，台湾有牛奶一年需要的经费差不多3100万，会拍拼争取中央的补助，嘛会承担相关费用。后壁阁会做滚动式的修正，来调整适当的发放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东北角灵动的岩壁有一群爱爬壁的人，若是定定来这调节，也会守护这片爬壁场。因是会去观察这岩壁的固定点，过日10晚就该换位，也会举办爬壁的救援演练，互来爬的人拢会当来安心享受这款的运动。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就要做伙带大家来感受户外爬壁迷人的所在。为海边看日外绿地，伫东北角的南东岩壁，会当看到有人慢慢爬起来。因靠一条索仔甲岩壁顶悬的固定点，就会当享受爬壁的趣味。这嘛是台湾北部真出名的天然岩场，是啥遮侪国内外高人来遮自我挑战。我希望遮的环境，伫遮生活的动植物，拢会使
好好啊生活吼。阮爸本来爸表，但是阮甲因袂相害安尼啦吼。这是一个吼。另外一个当然我希望来遮爬壁的人吼，拢会使欢喜安全，比较欢喜爬壁。好，1、2、3，按拢好，然后往这个方向拉。做户外运动难免会有意外。台湾户外攀岩协会志工，每一年拢会伫南东举办救援演练的课程，并在当意外发生的时阵，希望会当缩短救援的时间。想到说，就是自己跟朋友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就是那就来参加一下，了解一下真正在这边如果碰到事情的话，怎么样处置，我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这样做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最初步的反应这样子。然后翻身过来之前呢，会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左边肩膀上，确认好你自己的状况，拿过来，就把转身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这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他今天穿长裤，我们可以再把他拉过来。短裤你直接拉过来的话，小心在地上磨。这可以先动的话，先把。为着把救人的经验推广出去，让更较侪人受惠，决定介意来南东爬壁的友志，自发性成立台湾户外攀岩协会，用组织的力量建立系统的运作。目前嘛确定到环境的生态保护，让每一个来遮爬壁的人，拢会当安心享受这个户外运动。我希望以后来爬壁的人会当愈来愈侪，会当支持这个运动，和这个环境会当愈来愈好。这不是一个人的梦想，是爬壁有志规旁人的力量。因希望南东的环境会当永续发展，嘛希望用行动甲大家牵拍做伙，共同守护这个攀岩者心中美好的圣地。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原来今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2度到22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14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天气这变化，提醒观众朋友都爱穿好些，千万唔通感到啊！以上就是今日的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